想到贺学台亲自到府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学台大人。请用茶。看到你的信，老夫是惊诧莫名啊！这个李卫历仕三朝，出入封疆，皇恩如沐。他不思如何上体天恩，下保晚节，反而横行乡里，伤风败化。此所谓自作孽，不可活呀！学台说的极是，李卫蛮横无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！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上至朝廷，下至乡属，都将以发扬教化为大事。老夫身为学政，正司其职，是一定要管。状子我早已写好，不知该送哪道衙门。李卫已经辞官归里，他就是老百姓了，不必抬举他，本地县府就可以审理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衙门小了，怕压不住他。没关系，我在一旁监审就是了。哦，那就万事大吉了。你们的县令叫什么名字？叫李万祥。贺为民。四叔啊，有句话，做侄子的是不该问的。哎，行，你问吧。四叔，您是不是真的对那个何玉春？怎么，你也看我像是要娶小寡妇的？啊，不，我是说呀，这众口铄金，舌头底下压死人呐。那个小寡妇在您府里时间长了，难免人言可畏呀。黄泥掉到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啊。四叔啊，你和他无亲无故，何苦替他背黑锅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家呀善人多。哎，这不是行善的时候。这贺大人亲自出马，也是有备而来呀。不就是一个牌坊吗？没那么简单。我听说呀，这和您办的那桩海关道的案子还有牵扯。贺大人的弟弟和一个娘舅也被牵扯进去了。弄得一个口眼歪斜，一个倾家荡产，他们不敢恨皇上，可是还能不恨您吗？闹了半天，还有这么一出。贺大人说要到场监审，这公堂之上没轻没重的，就算说几句难听的话，别说您这身份，当侄子的脸上也挂不住啊。好汉不知眼前亏，为了一个小寡妇不值。哎，谁说不值？我看挺好。什么？不是要开审吗？你升堂就是了。别介。没关系，这些日子我歇得不错，出去活动活动也好。这就是本县大堂。还算整齐，就是小了点儿。问一个地方风化案还要多大堂面吗？这就足够了。啊，那是。我让你提李卫的堂，你不会有什么顾忌吧？您是说，那可当过一方大员呐？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再说，他已经辞官归里，照样得遵纪守法，当个顺民。说得好。我听说，怎么你跟他沾亲带故？远了。八竿子打不着啊！他倒是跟我套过亲戚，无非就是想在地面上让我对他有所照顾。大义当前，不可杂有思念。
天道无亲，还要大义灭亲。您放心，我心里头只有皇上，只有朝廷，只有大人您的吩咐。谁犯了法，来一个，灭一个。说得好，好，你是个好官。哈哈哈哈哈！升堂。原告何人？老夫程之谦，报上功名。康熙42年3甲第10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状告何人呢？状告李卫。啊？可有诉状？被告李卫可曾传到？李卫可曾传到？回老爷，李卫没在家。什么？去哪儿了？说是到庙里去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胡闹！有传不到，跑去逛庙，莫非想藐视公堂不成？别急，别急，来了来了。被告到堂。你是谁？在下岳小满，曾任总督行辕主簿。我家李大人因临时有事抽不开身，怕耽误正堂，所以特地委托我前来应诉。好大的架子！派个师爷来，是不是弄错了？他李卫还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大员呢？是不是大员也得奉公守法？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哼，你倒是能巧言舌辩。大胆！只要不违背大清律典，我走到哪儿都不怕。你算什么东西，在这里说长道短？嗯？哼，想知道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家父岳子峰，曾任江南道御史，因公殉职。圣祖亲命追谥执义公，本人身为岳家长子，承蒙恩典，特封世袭3等车骑尉。你程之谦不过是个同进士出身，在我面前你还应该叫我一声爵爷呢。我上堂应诉，和你面对面站着，已经是抬举你了。哼，你还觉得委屈？问，程家的儿媳现在何处啊？程家的儿媳妇儿，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状子上说，这程家的儿媳在你府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传证人。传证人是。走吧。见过大人，你是证人吗？你是证人吗？是。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什么？你问。你问。哦，不对，我问。看见什么了？小的亲眼看见我们家大少奶奶进了他们家门。你有何答对啊？哎，我家宅子又不是什么龙池禁地、白虎节堂，常常有人出入。更何况我家老太君又喜欢什么聊天斗纸牌，常常有各色女眷出入。难道这个也算犯法？不要胡搅蛮缠，本案问的是窝藏。哎呦，这个罪名可大了。你也知道罪名大了？老实说，老实说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我既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我要是说到别人家少奶奶头上，人家不干呐。我看你这是……我是什么？你跟他说仔细。
此女名叫何玉春。没听过。哎，等等，叫什么？何玉春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人我还真认识。我想想，好像是在给我姐姐扫墓的时候认识的。不错，人就是在那儿丢的。而且，她当时还哭得死去活来的。那是痛哭亡夫。她还想自寻短见。他早有驯夫之志。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？她当时是这样说的：她的丈夫在她未过门之前就已经去世了，她守的是望门寡，并且她的公婆视她如猪狗，她哭是哭这个。胡扯！她要寻死，也并非是为了什么驯夫，而是家里的公婆逼她喝毒药，就为了一个什么狗屁牌坊。放肆！公堂之上，实话实说，有何不对？你要是不想听的话，好，那我就不说了。让他说。那你就往下说。哎呀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忘了。说到狗屁牌坊，对，狗屁牌坊。他当时还说，宁肯当一个孤魂野鬼，也不能让那2个狼心狗肺的公婆得逞。小贱人，这个天生的小贱人！哎呀，您刚才不还夸人家吗？现在怎么又骂人家了？您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老爷别生气。我们家老太太心肠好，说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可算是把她给劝住了。那就是说，何玉春果然进了李卫的宅门。进了。好了，不用再问了，案情已经明了，铁证如山。李卫擅自藏匿良家妇女，以处刑律。苏阳县发传票，将李卫即刻收监。哎，慢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进是进去过，但是他又走了。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嘿，真让您说对了，就是到庙里去了。李卫出家了。我们家李大人可是离了肉活不了的，怎么可能出家呢？是那何玉春，他已经出家为尼了，法号慧空。啊！胡闹！哎，不是胡闹，就在城南30里的念慈庵，不信你可以去看看。出家为尼，这可就不好办了。无论佛法还是俗法，一旦出家，便前缘即断。此一人再非彼一人，世上没有何玉春，只有慧空了。坏我大事，坏我大事啊！老爷，你小心身体，别急呀，老爷。想当初啊，唐明皇李隆基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儿，寿王之妃杨玉环。那位道君皇帝就让杨玉环先许身道观，脱去前缘，再无名分之忧。赎身之后封贵妃，纵然是3000宠爱在一身，谁也不能。没人拿你当哑巴啊！是，没人把我当哑巴，没人把我当哑巴。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啊！你消消气啊，老爷。老爷，请问县尊大人，现在没我什么事了吧？那就退堂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退堂。不对，那就……你刚才说到杨玉环，唐明皇将她赎身出来，照旧可以。程志谦，程员外，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老朽方寸已乱。没关系啊，老夫为你出个主意。
唐明皇可以把杨玉环赎身，你可以把那个何玉春也赎身吗？赎身？无论佛法还是俗法，都没有不让人赎身一说呀！啊！想当年梁武帝5次入庙，5次被臣下赎回，皇上都能赎回来，一个区区女子，有什么难赎的？大人圣明，大人圣明啊！等你把人赎回来，老夫为你做媒，啊，再配一次令郎，照样是你程家的儿媳，照样请金表，看谁还能从中作梗。哎呀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李大人好闲在啊！哎，耽误了，真的耽误了，我还紧赶慢赶的。本县虽小，可以是天子治典之所。既然缥睨传问，就该恭谨如仪。你可知错？哎，堂上说的对，下次改啊。算了，改不改的已经无所谓了啊！多找点阴凉的地方歇着，好啊！哎，大人说的对，找个阴凉的地方歇着啊。李大人这是打哪儿来呀？哦，从庙里回来。啊，听说李大人离开肉就活不了，还进庙烧香啊？不，小民进庙不是去烧香，是赎人去了。啊，赎什么人？哦，别忙，走渴了得润一润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些日子我去给孩子大年上坟，遇到一个寻死觅活的小寡妇，叫什么来着？何玉春。对，何玉春。你看我这记性，我离不开肉，可我们家老太太信佛心善，看不过去，死活给救了下来。哎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据说是什么人追他追得紧，抓回去也是个死。哎呀，人家何玉春呐，还真是个烈性子。哎，这一跺脚，一转身就到念慈庵当尼姑了。不行，还得润一润。他走了以后啊，别说我们家老太太，就连我也横竖觉得不对劲。虽然是个小寡妇，可年纪轻轻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人品有人品。哎，这好端端的人怎么就出家了呢？哦，这一天到晚守着个泥胎念经，这多冤枉啊！啊，还是我们家老太太见多识广，说这人啊一旦出了家，入了空门，就算跟前面的事儿没关系了，那就是另外一个人了，既不再是谁家的寡妇，也不再是谁家的儿媳妇了。嘿嘿，老太太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哎，这不，我刚去了念慈庵啊，把她给赎出来了。那是我们家的人呢。谁说的？人家法号叫慧空，是如来佛家的人。各位大人做主啊，要赎得我赎啊！哎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的。谁先去赎就是谁的。哎，堂上各位大人都是明镜高悬的清官，我这道理没错吧？啊，哎，县太爷，您说呢？照说没错。哎，贺大人，你说该是谁的？李卫，嘿嘿，怎么样？判给我了吧？老爷，你没事吧？老爷，老夫为官30年，还从没见过这样无耻的大员。李卫，什么东西？像他这样的人，居然也能立誓3朝？先帝尤为器重，我看也是瞎了眼。罪过，辱谤君上，臣罪不当恕。骂就骂了，能用李卫这样的人为臣，
我看他也是昏君。哎呀，就事论事，可不要涉及朝廷啊！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呐！既然提到了朝廷，我看也不妨顺着路子想想。李卫得世宗先皇帝赏识，一应升迁，都是雍正年一手提拔。不过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当朝天子是不是喜欢李卫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接着说，你想啊，李卫刚刚为朝廷办了海关大案，光追缴的银子就不下数百万两了，这功劳不算小吧？势利小人，老夫一生最恨的就是踩着同僚往上爬的势利小人。这我知道，贺大人的家里人也有深受其害的。老夫并非为一己之私。是，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可是从朝廷的角度去想，像李卫这样的奉旨钦差事成之后，不仅要嘉奖，还应该委以重任。可是为什么大功告成之际，却辞官归里呢？不是说是他自己请的辞吗？自己请辞，有这样的事儿吗？君不闻，相逢尽到辞官去，林下何曾见一人呢？谁会放着好官不当，真想回家种地去？你是说，必定是君臣之间有了嫌隙，迫于无奈，李卫才辞官的。李卫失宠了？恐怕不仅仅是失宠，弄不好什么事开罪了皇上。皇上碍于先帝的情分，不好直接降罪，让他辞官，已经是恩典了。你是说可以借朝廷之力，落着一些罪名，直接参到御前，一定能够迎合上意。好，哪怕皇上有一句申斥的话，我们怎么干都行了。可是李卫为官多年，老于诉讼，这宗案子已经当堂定审，让他弄得滴水不漏。此事想再翻过来，怕是有难处啊。世上没有滴水不漏的事。李卫将那个小寡妇弄回家，孤男寡女，他还能干什么好事啊？我看呐，不妨就从这里面入手。不行，哪条律典也没有不让男欢女爱的。李卫让何以春到庙里走了一圈，又赎了身，即便是真的收做济世，也无可厚非呀。据我所知，倒不是李卫自己想要，那他想要干什么？他是路见不平，想成全何玉春和那个野汉子的好事啊！哼，这对狗男女，我饶不了他们。不，这个秦如汉大有用处。来，转过身看看，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换上这身衣裳，马上变成黄花大闺女了。人家本来长得就好看，要是秦公子看见你这样，会怎么样啊？哎，准是两眼发直，两腿迈不开步。哎，什么时候去接秦公子啊？哦，老爷说等风头再过一过。哦，他住哪儿啊？还在县衙里啊。哎，怎么还关着？哎呀，老太太，那不叫关。老爷说让那个县令侄子先照顾几天。哦。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是程家的人，这回你还真猜错了。行，让你死个明白。
我们是李卫李大人派来的。李大人，哟，怎么还不信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临了，我送你句话：找媳妇儿一定要找个丑点的，家有丑妻是个福。你那个何玉春呐，小模样实在是俊了点儿。你们说什么？你以为李大人费那么大劲救那个小寡妇干什么？你真以为碰见活菩萨了？你想李大人把他从庙里赎出来，真是给你呀？不可能！你也别不信了，我们哥几个也积点德，给你留个全尸吧。李卫，你这个衣冠禽兽，你这个衣冠禽兽啊！拉！哎，站住！别动！快点，快点，别动！快，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追了！老太太，秦公子不见了，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人在县衙里还能丢了？本来老爷今天要去接他的，可是他昨天说要出去逛逛，到现在人也没回来。我呀是紧嘱咐慢嘱咐的，就连送茶送水的都是我的亲信，谁知道这一眼没看住，哎，一定啊是程家人干的，那程老爷子都快气疯了。哎，绑走一个秦荣汉有什么用啊？弄不好给杀了。你想啊，找不到那小寡妇，还不拿小白脸出气？没这个道理，他们一门心思的想要立牌坊，如果杀了秦如汉，不是自己找麻烦吗？不可能。在理，在理啊。可是，人呢？那还用问？我知道在哪儿，用不着神机妙算，带上人，带上家伙，跟我走，把那个姓程的家给我围上，不开门就给我砸，还反了他们。这点事不用看他，我办就行了。都别乱，得先稳住啊！再晚就收尸了。哎呀，要收尸早收尸了。要我说啊，人还没死呢。那快点救人呐！哎呀，也不是那么好救的。老太太，您快去看看吧，雨春姑娘要走，上哪儿去啊？她说要自己去程家，一命换一命，拦住啊！拦不住啊！这不是添乱吗？刘宝，锁门呐！慢点。我是说啊，您这辞了官，我看您也没多清静啊。这是贺为民，贺大人。大人，你不该救我的命。哎，这是什么世道？哎，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老夫已经听说了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不仅夺人所爱，还要杀人灭口。哎，我早听说了，这个李卫是个心毒手狠的角色呀。别说是你一个小小的书生啊，当朝多少官员挡了他的路，都被他整得死去活来呀！哼，老夫就看不得这个李卫，衣冠禽兽，衣冠禽兽！哼，不能让这样的人横行乡里。孩子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忍了吧，这种人你惹不起呀。杀人夺爱，如何忍得下去哟？哼！我就是变成鬼，也要讨个公道。老夫身为学政，关注的就是一方教化。夺人妻女已是不堪启齿，还要杀人断路，更是伤天害理。可是李卫乃三朝老臣，怕是不好搬动。除非一本参到天上去，也许你有这个决心吗？哪怕上天入地，倒是
时候有可能会让你进京作证。大理寺和刑部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，你能挺得住吗？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再见一回阎王也没什么。好，倒是一个血性男儿。你写供词，老夫替你剧本参合。主上诸事烦扰，要是没什么军情、灾荒之类的大事，还是按老规矩写个节略吧。不，我看呐，还是都送上去。平日这些事都是由副中堂定夺，如今副中堂，皇上这2天心绪不佳。咱们要是送的不对，哪个该送，哪个不该送，错了心思又得触眉头啊！皇上，这是今天进城的折子。有多少送多少，看朕清闲是吧？连个节略都不会写了？可能是副中堂不在，那些当值的军机怕拿捏不准吧。主子，要不奴才帮你念念题，您看有没有要紧的？陕西总督叶明谦上，获朕谢恩者。浙江布政使方成有奏，今年春茶行情者。四川巡抚萨摩上，成都灌区水情者。江苏学政贺卫民上，参合治修大员李卫者。李卫？李卫出什么事了？像是个风化案。李卫抢了人家一个小寡妇。有意思，这个李卫怎么也讲出这种事情来？说的是啊，以前没听说过李卫有这口嗜好啊。他那人可是……人都在变，活到老学到老。李卫新添了这口嗜好，也未可知啊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这可是有点意思。别是又得罪什么人了吧？哎，你看看，强娶强纳，私逆人妇。贪图颜色，包容祸心。哎，你看看，还有什么藏于府邸，破男女大防，百般手段，行不轨之举。好啊，李卫，他李卫比朕可要厉害多了。主子，是夸他。荒唐！若此作恶多端，惩之有恐不及啊！命军机处拟旨。用600里加急发江苏，着所在州县，速解李卫进京听审。主子，600里加急啊？嫌快还是嫌慢？不，600里合适。不快点不行，夜长梦多，当心人家把那小寡妇搜出来。什么？没了政务，有司衙门怎么结案审理啊？是，主子所虑极是。快传旨吧。这，等一下，李卫孝母进京吗？可携家眷，解押途中免带刑具。知会沿途一所，要小心接地。
加急。看来我这个罪过不小啊。不会出什么大事吧？你说呢？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事儿。叔啊，这件事儿和我有牵连。可说实在的，我也没什么牵连。真是这亲命官司打起来的话，我还真有点害怕。行，你放心，就算是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，我也绝不会把你名字说出去，啊！更何况你还是我没出五福的近亲呐。真的？你叔这么大的人了，哪还能骗你啊？那我就全指望您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回去吧。就差找个垫背的。哎，叔啊，您可别吓唬我！您别吓唬我呀！姐夫说的不是你，你怕什么呀？你呀，踏踏实实当你的县太爷，只要你日后勤政爱民，一定会前途无量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回去吧，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走了，叔。走吧。哎，姐夫，这又是一出什么戏啊？押解一个告老还乡的散员，居然要用600里加急？不会是贺为民真编出什么名堂了吧？哼，别说为了个小寡妇，我就是把贺为民的老婆给抢了，也用不着600里加急呀。可是，这白纸黑字写着“递解进京”，姐夫。我看咱们应该准备一下。准备什么？准备干粮，路上吃。可喜可贺呀！来，举杯，各位，干！贺大人巨笔如船，一铜折子参出600里加急，押解进京，学生大开眼界。过奖了。其实呢，向朝廷进言，文章辞藻乃在其次，重要的是要知道皇上的所思所想，才能切中要害，才能其言不败呀！那参合李卫，学台切中了哪一点要害呀？无非是“风化”2字。如今是春闱大比，选拔才俊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，张扬圣教，纯民风，轻教化，这才是庙堂之律啊！看来此时圣上最容不得伤风败俗的事。那是，此时上书事半功倍呀！治君尧舜上，未识风俗淳。学台真是参透了帝王的心机内功，这是内功。驾前为臣嘛，要是不知道皇上的思虑，如何为主上分忧啊？请来，喝。来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王婆，奴才在。那几个乐坊女子安置何处了？是傅中堂安排的。我问你在什么地方？在说。在西皇城根外东斜街的一处宅子里。江南丝竹，吴侬软语，还是很悦耳的。王婆，奴才在。
你去安排一下，不要惊动谁。朕今天晚上，皇上，奴才死活不敢领这个旨啊！怎么，你也敢抗旨吗？不，奴才不敢。皇上，如今上上下下都惊动了，大眼小眼都瞪着，容奴才斗胆说一句啊，风口浪尖上，您就忍忍吧。皇上，你要保重龙体。你就不能帮朕想想办法吗？朕是孤家寡人，孤家寡人呐。这，吁，老爷，老爷，是什么事儿啊？到洛河驿了。到哪儿啊？洛河驿呀，过了永定河就是京城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天都黑了。哎，天黑了还愣着干嘛？看永定河呀？吃饭睡觉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哦，是李大人的车驾吗？哈，是李大人，麻烦您开房子做饭吧。对不起，本意您不能停了啊。朝廷有旨，李大人到了就直接进城。哎，还不让人吃饭呢？就是啊。回总管，外间来报说李卫已经过了洛河驿啊，李卫到了啊！哎呦喂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可有能出主意的人呐？出什么主意？啊？多嘴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周，下去。周。哎，刘宝，这院子这么大，以后你可以在这儿练功了。这是给我们的，刚收拾出来。老太太，您这边看看。我们可是犯官的家眷，是不是搞错了？错不了，这是大内总管亲自交代的，让在城里选一处上好的宅子。这处您要是看不中意，我们再给您另选别处。看，这事儿新鲜，我还以为要住大狱呢。哎呦，老太太，管他呢！我看这房子不错，我们先住舒服了再说。哎，有饭吗？厨子已经等着了。这院子这么大，我到处去看看。哎呀，去！请问是李大人吗？什么事儿啊？请李大人马上到西华门递牌子。现在，大半夜的。这是上谕。怎么了？货上访了？李大人，请吧。总得换衣服吧？回主子，李卫到了。谁到了？李卫。怎么不早回啊？还愣什么？让他进来。